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呢。今日我是谢诺夫先生来教大家步拳的运动。明日早上头，我哋放来就开始记得同我哋面，利用手来，要么请大家同我共下来做步拳运动哦。好，首先我哋同手搓臂手来，大家共下嚟做。用臂手哦，用我哋面方对当方慢慢地用落来，多用几下，数还记得搓臂手来，用臂手，我哋身体都会变小哦。好，再来面，慢慢地。再来一摆，对当方慢慢地，再来哦，数搓臂手来，手手，人都会健康，假唔会感冒搓臂手来，数用臂手。用下面方，再来一摆，搓臂手，用下面，安尼我哋用嘅几摆，我哋面会慢慢地收放来哦。愈来愈好嘅哦，面愈来愈小嘅哦。做下轻放，我哋再来一摆。再来一摆哦。面安尼小小。每个人嘅身体都会开始收放来哦。搓臂手来。最尾一摆咯，搓臂手，做下相当嘅好哦，也慢慢嚟数条嚟摸，一样同人哋数，用手来对前面数下到后面哦，慢慢地数去打好来，再来一摆。对前面打开来，再来一摆，就会打开来，再来一摆哦，做相当嘅好，再来再来。数下记得打开来，再让我哋对两片，两片，当方挨下，慢慢地同我哋头拿做步拳嘅运动，用头拿变小来，安尼老人家都假唔会感冒哦。数搓搓啊，再来前面后面，前面后面，两片来，两片。身体都会收放来。明日早上头安尼放起来，都是先做日嘅运动哦。先好，
數記得提用手來哦，錯別手，一問人哋來用人哋沒主呀人客呢，對當空來，再人客呢。數用別手來，沒主，再擺數用別手來，撥沒主，慢慢地手空來哦。好來，錯啊！再來兩片，手啊！沒主手啊！數會記得錯別手來，安尼都錯嘅，我哋再做一擺。相同嘅好真人客呢？數錯別手，再兩人嚟用人嚟披講，數打上來，慢慢地同披講。錯啊！當空挨下，換披講變手來，安尼都唔係食披哦。再來數錯啊，揚上來，慢慢地落來。上下。再擺錯啊，數揚空來，看當空，慢慢落來。再擺哦，錯啊。數揚空來，看當空，用落來。數要記得錯啊咧，安尼數變手，前提也變手哦，數變法。
數錯錯啊咧。今日先老夫先生教大家落去我哋頭腦運動，面嘅運動，你嘅保健方式真好，我哋在專門教大家落去面向來數錯必少面，過嚟我哋頭腦毛，就是啊，前面後面，還有兩片，做相當嘅好。還有我哋木柱嘅運動，保健，還有個壁，錯必少來，你精神真好，最尾還有我哋當空落來，我哋屁股，你我哋每日早晨頭做下運動。老人家敢唔會感冒？今日我哋做係我哋頭腦面嘅運動保健，好好嚟向下做哦。先老夫先生今日教嘅運動，學會冇？記得好好運動向下來了哦。